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咧收睇咧阿仙奴新聞台嘅第一集啊！我係呢個節目唯一嘅主播 Eric。咁啊，以往咧就喺兵工廠世界就錄開節目嘅。咁點解突然間會有呢個阿仙奴嘅新聞台咧？咁啊，源於就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有好多阿仙奴嘅睇法或者係新聞想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奈何咧，有時真係時間上嘅配合啊，嗰樣嘢就可能有好多時就喺兵工廠世界就錄唔到。咁所以就可能就小弟就自己就另開一個節目，咁希望同大家咧就分享多啲關於對阿仙奴嘅睇法啊，又或者係喺阿仙奴嗰啲場上或者場外嘅新聞嘅一啲同大家分享啦咁樣。咁第一集咁因為就太匆忙啦，咁冇乜嘢準備。咁今日咧就我哋就同兵工廠世界咧又有啲分別嘅。首先我要喺度澄清先，我同阿 Tommy 咧仍然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朋友啊。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咧我離開咗兵工廠世界，我仍然會喺兵工廠世界咧繼續做主持嘅。咁就一有時間咧就會翻去一齊同阿 Tommy 啊牛奶仔咁一齊玩㗎啦。咁第一集咁同以往嘅兵工廠世界就有啲分別，因為兵工廠世界咧通常都會係喺比賽之後咧就會拍攝嘅，咁同大家分享翻場上邊嘅一啲點滴啦。咁但係呢一集咧第一集嘅阿仙奴新聞台咧，我就選擇喺大戰前係啦。咁今晚咧喺呢個8:45啦，大家都知道啦。作為一個亞迷，大家知道今晚有場大戰就係熱刺對阿仙奴啦，我哋嘅死敵。咁如果今日第一集咧特登揀喺呢場比賽咧，就嚟作為我哋嘅第一集咧，都算係相當之唔錯嘅，因為其實呢一場波咧都幾具話題性嘅。首先我哋咧同熱刺就爭緊呢個聯賽嘅冠軍啦。咁亦都即係我哋一向都係死力嘅，所有阿仙奴嘅球迷都知嘅。而呢一場咧，基本上咧好多出邊嘅球評家又好啊，各樣新聞都好啦，都講到話呢場咧將會係關乎阿仙奴今季攞唔攞到聯賽冠軍，甚至乎可以話係咁多年以嚟咧，阿仙奴咧都一路咧踩住熱刺個頭嚟玩嘅。如果依家呢場波熱刺對阿仙奴嘅話咧，如果萬一阿仙奴咧仲有啲乜嘢甩漏嘅話咧，咁相信咧就今年嘅阿仙奴都相當頭痕。觀乎翻啦，阿仙奴啦對上嗰幾場咧，咁其實就本身我都想上兵工廠世界咧度嘈嘅，不過就因為啲時間咯。有睇開兵工廠世界嘅節目都知道咧，我有時都比較火爆嘅，有時都會唔覺意爆兩句粗口，咁所以咧睇得呢個節目嘅朋友咧，你哋就要係啦，又要預備定咧，就家長指引啦。當然我唔係好呼籲別人咧就講粗，不過有時球迷嘅嘢就好難講嘅，忍唔住就會講兩句啦嚇。嗱，今場波咧，如果賽前預測咧，喺呢個節目裏邊咧，我都會有時候咧會同大家分享下啦，譬如一啲馬會上邊嘅一啲投注嘅你少少嘅 tips 啦。當然我絕對咧就唔呼籲咧大家咧作呢個賭博嘅。不過如果有時候有啲球迷話我想小注怡情，可能幾廿蚊咁100幾十檔玩下娛樂下，咁投入下場比賽咧，咁我亦都覺得冇壞。咁嗱，首先睇翻呢場波先。老實講，阿仙奴作客熱刺，如果以近況嚟講咧，的而且確係相當之唔看好嘅，唔睇好嘅。有睇對上嗰幾場阿仙奴波嘅亞迷都會知道啦，即係依家係相當之頹勢嘅，不論係入球方面啦，以至到防守方面啦，都經常可以話喺今季全盛時嘅阿仙奴，我覺得依家係得翻6成到嘅啫。最大嘅問題就我覺得不論進攻啦、防守啦，都雲加有少少嘅進退失據嘅。再加上主力嘅中場發電機卡蘇拿啦，亦都即係因傷啦，遲遲都未能歸隊。所以搞到依家阿仙奴咧就唔湯唔水啊。山神啊、奧肖嗰啲亦都未係最佳狀態啦。其實喺依家最尾呢10場要去真係入直路要爭嘅時候出現咁多問題咧，
而且確唔睇好。再加上熱刺雖然喺週中咧，大家都打咗場快車，咁啊熱刺輸0-1，阿仙奴又係輸2-1，咁但係即係環觀今場波個情況，問心講真係相當之唔睇好。雖然我捧阿仙奴，熱刺首先係主場。阿仙奴作客咧，老實講，近呢10場8場都唔見得，即係近冇10場8場咧，近呢一輪咧，由12月打落嚟咧，都冇乜邊場話贏得好有說服力。再加上熱刺咧，主場有幾硬咧，就係大家睇翻即係一路打落嚟咁多場咧，佢嗰股韌力同埋球員嗰個中場搶中場嗰個逼搶啊，活躍程度咧，的而且確係好高。咁嗱，如果要我講真啦，作為阿仙奴嘅球迷咧，其實咧近排我都幾少買阿仙奴贏嘅，並唔係我唔支持阿仙奴，而係就真係冇乜理由鬥氣。咁咧但係如果你話我要喺個節目度呼籲大家買熱刺 win 咧，咁講真我又覺得就真係費事俾人話我偽亞迷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啦，我就會建議咧大家啦，可以試下買個角球大嘅10.5球。咁啊依家咧大就有1.75倍。咁由於因為過往啦，阿仙奴對熱刺咧嘅比賽咧都打得係相當之激烈，再加上依家咧我哋係基本上係爭緊呢個前列咧，咁基本上大家都唔會放軟手腳㗎啦。雖然週中有快車，大家會偏倍，但係諗翻起其實熱刺咧佢哋嘅攻勢咧，無論外圍啊、底線出波咧都偏多，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開到個角球大10.5球嘅話咧，機會有嘅，咁小注怡情啦，玩下啦。咁你話今晚呢場波咧，問心我就真係唔睇好阿仙奴咧可以贏到㗎啦。雖然我情感上好想佢贏，但係理智上咧，我會覺得咧呢場波如果阿仙奴補到1分嘅話咧，就算相當唔錯㗎啦。咁嚟緊嗱，今晚咧8.9啦會開波啦。咁嚟緊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咧，我暫時咧都未有一個好重嘅定位，咁其實都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啦。咁希望咧好多譬如有睇開兵工廠世界又好，或者係想多啲知道阿仙奴嘅消息嘅朋友，其實可能喺各大嘅專業又好，或者係一啲群組咧都會有嘅。咁亦都希望啦，大家咧可以咧上 Facebook search 阿仙奴新聞台。咁咧，我好多時咧都會將第一手嘅新聞啦、消息啦，甚至乎如果有啲咩節目嘅嘢咧，都會第一時間 update 喺呢個叫阿仙奴新聞台嘅群組裏邊嘅。咁睇下大家嘅點擊率好唔好啦？如果好嘅話咧，咁咧其實會繼續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好，咁下一集再見，多謝大家。